Hello，我係 Matt 啦。前嗰排就同朋友做咗一個愛情觀 crossover 法律嘅講座，估唔到愛情觀嘅問題都可以衍生到一啲法律上嘅實質問題，而我覺得個內容係幾有趣同埋幾實用，咁所以想分享俾大家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去片。2、3，噔噔。一般嚟講係。如果真係離婚咧，收入其實只係其中一樣法庭會考慮嘅因素。一般嚟講，收入高，喺個婚姻入邊佢支持個家庭嘅生活費，其實好合理啦。即係人工高嗰個比。如果喺婚姻入邊有呢個過程，咁基本上離婚之後都要維持呢樣嘢。講緊嗰個婚姻生活水平，香港嘅終審法庭都有講過，第一樣最重要嘅就係要排除性別嘅歧視。咁所以如果男士返工揾錢，女士喺屋企照顧屋企同埋小朋友，同埋就算兩方都有返工，其實冇影響。一般嚟講，好似我頭先咁講，高收入嗰都係唔俾。OK，咁如果例如我啦，你結咗婚啊？我未。你又想？如果我係唔使俾贍養費啊，咁我聽講啦，或者我以前讀嘅時候，可能都有啲 prenup 啊、婚前協議咁嘅嘢去簽。咁我想睇下 Hong Kong law 喺香港法例底下係點樣睇呢件事啊？首先，大家可能都未必知婚前協議係咩，咁顧名思義就係結婚前雙方去同意嘅一啲內容，關於 touch wood 離婚之後係會發生嘅安排。呢啲可以包括係大人嘅財政安排啦，或者小朋友嘅照顧上安排啦。香港嘅法律就係呢個婚前協議對法官係冇約束力嘅，即係大家可以訂立嗱。因為呢樣嘢咧，其實係同大家嗰個婚姻嗰個長短有關嘅。譬如如果係短婚姻，即係可能係2-3年，呢個婚前協議個約束力比較大。個原因係因為喺呢2-3年入邊，大家婚姻個改變唔大。當嗰個婚姻大家嘅關係同安排改變唔大咧，呢個協議嘅內容基本上都好接近大家而家同當初嘅理念，係啦。但係如果婚姻已經好長，譬如可能10年、20年，咁其實大家個婚姻生活、財政安排，所有嘢可能好多都同20年前、15年前嘅諗法已經有變，所以法庭就未必會考慮。咁你嘅意思即係話，香港法庭入面或者法官佢哋其實婚前協議係冇約束力，但係法官會睇呢份協議，或者會 refer 翻去呢份協議，然之後去判翻佢哋中間嘅事情係。咁另外呢份協議到底有幾強嘅約束力，係會睇翻到底你嘅婚姻有幾長。講得非常。假設另一半已經買咗樓，咁你而家咧就同佢拍拖咯喎，咁你哋好 sweet 啦，所以日日都見啦，咁佢邀請你同居。但係佢要你一齊去交租，即係同佢一齊去負擔呢個債。即係我叫佢嚟住，但係你哋俾翻錢我。係啦，我咧就講緊8,000蚊嘅，隨意就4,000蚊一個人啦。咁你覺得係 O 唔 OK 咧？先講清楚啊！如果係我邀請另一半同居，我係唔會叫佢交租啊。講清楚先。但係我覺得呢個 theory 即係另一半邀請你，但係佢要你交租嚟。我係 OK 嘅，因為我覺得呢件事係好合理，因為佢用佢嘅能力去買咗呢層樓，咁佢可能供緊，咁我又入去住都有損耗㗎，即係花灑啲都要用啦，大佬洗機又要用，咁其實有損耗㗎嘛，咁我俾翻租又好正常啦，我覺得。如果真係同居搬咗入去，跟住俾晒租啦，拍咗1年之後分手，有冇得去攞翻呢啲錢咧？首先分手唔得嘅。甚至離婚都唔得嘅，拍拖又好，結婚又好，一律建議都唔好俾租，唔好一齊參與供樓，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，就係如果對方比自己嗰個婚姻生活水平高嘅話，咁之後有咩事都有多啲着數，所以盡量同錢有關嘅嘢都唔好俾。如果另一半話我成世養你啦 ，OK 㗎啦，你要咩我買咩俾你啦，周星馳咧。
啱先啦，男女級。咁但係呢一個問題咧，就會衍生到我哋法律嘅一個議題啦。因為咧，我哋成日聽睇電視啊，或者點都好咧，成日都會講話口頭承諾都有法律效力。咁到底我成世養你有冇法律效力咧？咁呢一句阿 Marco，口頭承諾合約法嚟講係當然有呢樣嘢啦。你頭先講個即係我哋舉呢個例子就難少少做到。我有個分享啦，咁就話説咧，我有個朋友啦，咁佢自己女仔嚟嘅，佢就想買保險，跟住咧佢老公因為做生意嘅，咁就話唔使買啦，因為我哋屋企都有錢可以負擔到呢件事。如果你有問題嘅話，其實屋企會出錢處理咗，你就唔使搞呢件事㗎啦。跟住咧2年之後，呢個女仔咧係有心臟病嘅，要30萬左右，咁佢冇任何措施啊嘛，咁佢咪要冇錢啦。咁佢同老公講，佢老公嗰個 moment 就係話，OK 啊，30萬，我可以借俾你啊。我可以借俾你咯，咁跟住完咗成個手續之後咧，呢個女士咧係真係每個月咧要還錢俾呢個先生咯，因為呢個係我朋友嚟嘅。咁我想問下呢一個 issue 上面有冇效力咧？嗰個 moment 佢話會幫佢 set 到，但係之後就話借你要還喎，係啦。嗱，首先即係發生咗事之後，就算兩公婆或者男女朋友，其實大家都冇法律責任去幫另一半做任何嘢或者俾任何錢，係啦。咁你話佢如果佢之後應承佢幫佢俾住先。咁就要睇下佢哋呢一個大家溝通上，佢個表達係滿唔滿足到係一個合約咯。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拍拖或者兩公婆，我同你喺度兜口兜面講嘢，我會 WhatsApp，哇譬如你應承我幫我俾住先，係啊，好難噶嘛。咁但係假設真係要去到法庭，咁法庭會睇下順唔順大家當時嘅安排咯。如果最好就真係我建議係有白紙黑字，例如 WhatsApp，因為如果唔係好難拗。咁我問多個問題啦。以前我哋讀 law 啦，我哋好清楚就係一個合約啦，其實就係有3個最主要嘅 element， 一個叫 offer 啦 ，acceptance and consideration。咁就係 offer 就係我提供一啲嘢啦，然之後你接受咗一啲嘢啦，而中間呢一樣嘢係有一個價值喺度，叫做 consideration。咁如果有呢3個 element 係滿足咗嘅話咧，咁其實呢個 agreement 咧，呢個承諾咧就係有法律效力嘅。咁我想問，如果我喺 WhatsApp 上面話，喂係啊，會幫你俾嗰啲藥費㗎啦，咁你接受咗，咁中間呢個 WhatsApp 好清楚，咁寫到出嚟，咁係咪即係會有法律效力咧？我覺得 OK， 呢個Matthew 啱啱講嗰啲專業嘅法律字眼咧，就係我頭先講要滿足到法庭一啲關於合約嘅條件。係啦，咁如果證明到大家有頭先 Matthew 所講嘅嗰啲條件咧，基本上個合約成立咧，就可以追得翻。咁如果係結咗婚之後，你另一半破咗產，你會唔會同佢一齊還債、捱麵包、搬屋等等嘅所有嘢咧？咁其實呢一個方面咧係有關於可能資產隔離啊，或者係獨立嘅財產嘅問題。究竟可能真係另一半破咗產之後，其實使唔使一齊去還債嘅咧？首先，如果破咗產，呢個世界嘅其他所有人都唔好關事。咁所以就算佢老公老婆或者爹哋媽咪仔女都冇責任嘅法律上。即係冇咩子債父還嗰啲，父債子還嗰啲 friend 啊？冇嘅，但係我有咩事希望你幫我。通常咧去借錢，我唔知大家有冇經驗，就會揾親人，就做咩就做諮詢人。諮詢人喺法律上都冇責任還嘅。咁所以其實無論係乜人都好啦，淨係借錢簽名借錢嗰個人需要還錢嘅。咁 guarantor 咧，即係擔保人咧。嗱呢個就要啦，呢個就要還啦，呢個就有責任還啦。所以基本上，如果大家真係咁好心幫人，最多淨係做諮詢人，就唔好做擔保人。咁我係問下聯名戶口咧，聯名戶口係一定兩個名喺上面嘅。聯名戶口同埋聯名物業啦。基本上如果破產條例真係如果破咗產咧，樓同埋銀行戶口係會自動分割咗，所以破產處淨係會處理你嗰一半。係啦，我冇破產，我嗰一半繼續係我。我又有問題啦。咁如果係嗰個聯名戶口，可能個女仔係擺7成錢，個男仔係擺3成錢，咁破產處係會一半一半咁整割啊，定係跟翻下一個 contribute 去分翻開咧又？嗱，首先因為錢冇識別嘅，所以除非有一啲實質嘅證明，例如頭先婚前協議啊，或者大家有啲WhatsApp 記錄啦，又係講明入邊戶口邊1蚊係你，邊1蚊係我。如果唔係，基本上就係入邊所有嘢都係一半。嗰啲
我可以咧分享下，有一次我搭 Uber 咧，咁佢個司機咧，咁佢就話佢以前做過生意嘅，不過依家破產，但係佢話冇問題，因為佢破產之前咧就將佢名下嘅樓啊，或者係啲錢咧就轉晒俾佢太太，咁所以依家咧喺佢個人名義上面可能就都係破產，但係佢都仍然可以住豪宅。咁呢件事係咪都係 fair 嘅咧？如果佢係有一個破產通知去做呢啲資產轉移，咁破產管理處會問佢，當然佢解釋到就得。但係如果你話佢住嘅地方或者佢搭嘅車，甚至去旅行係可以嘅，只要唔係去俾錢就得。咁我想問啱啱嗰個動作有冇話幾多年前我哋要做呢樣措施嘅咧？即係你今日離婚，你老友琴日就分開呢啲錢有冇 make sense？有冇幾耐到？如果離婚嚟講，一般最多去到3年前。3年前。即係離婚前嘅3年。你想自己死先啦，定另一半死先？Yes 係我死先，No 係另一半死先。我要點啊？好咯。好簡單嘅啫，因為我係會照顧另一半，我中意照顧另一半，咁所以咧我就唔希望佢臨老嗰陣就冇我照顧，咁所以就係佢死先唔該多謝。問題咧就我哋關於遺囑嘅問題嘅，係啊，咁就係可能真係突然間另一半係過咗身，或者完全咩都冇準備喎，咁啲財產係點樣做啊，或者點樣先可以拎到出嚟啊？或者如果有立遺囑嘅話，又係點樣做咧？如果冇立遺囑嘅話，嗰個財產嘅分配其實法例都已經規定晒係點樣安排。咁包括就係自己近親啦，即係如果有結婚就老公老婆啦，爹哋媽咪啦，仔女，遠啲去到叔父伯父都有嘅。咁有咧？首先如果有立遺囑，其實遺囑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，另一個名通常啲人都叫平安紙，同頭先冇立遺囑就完全相反，就係可以自己決定安排自己嘅遺產係俾邊個。我自己覺得立遺囑最大嘅好處就係同頭先嗰個相反，我自己中意俾邊個都得。舉例，Matthew 同 Maggie 未結婚，佢可以寫俾 Maggie， 但係如果冇立遺囑俾唔到佢嘅，係啦。簡單嚟講就係可以自己俾自己中意想俾嘅，同自己冇任何關係都可以。遺囑其實係求其揾張紙寫下咯，即係到底點樣先至係為之一張有用或者有效嘅遺囑咧？咁究竟遺囑喺法律上面嘅效用係有幾大？一般嚟講，你話嗱舉例頭先，如果嗰個簽名，咁法庭係會揾筆跡專家，而喺法律上咧，頭先Matthew講過點樣可以立到遺囑，其實可以嘅。你而家即場寫一張紙，話俾晒啲嘢我都得嘅。咁不過如果係咁做嘅話咧，佢寫啲嘢俾我啦。法律上咧遺囑即係平安，只要有2個見證人嘅。如果佢寫俾我咧一個人咧，咁見證人就唔可以係我啦。法律上就冇限制嘅，成年人都得。即係我求其喺呢個場度揾佢個18歲以上嘅人幫我簽就得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另外就係嗰個年紀嘅問題啦。頭先除咗簽名會有爭議啦，立遺囑嗰個人嘅精神行為能力都有可以係一個拗嘅地方嘅。所以呢個咧就避免有去到太老，譬如老人痴呆。因為如果老人家咧喺法律上或者我哋嗰個律師嘅嗰個守則上邊咧，我哋一定要確保佢哋係好似我頭先講有精神行為能力，佢先可以做到呢張法庭文件。咁佢要去睇醫生嘅，要攞醫生紙嘅。咁我咧就可以啊，你寫俾我，我幫你寫埋，你簽名就得啦。又得啫。咁我俾一次大力嘅掌聲佢哋啦。咁無論係乜老師啦，或者係阿 Matt 啦，甚至咁多位出席嘅現場觀眾，包括咁多個協作科同埋我嘅 helpers 啦咁樣。咁今日嘅活動咧就完結嘅啦。如果大家仲有少少時間嘅，都可以喺度 chat 下傾下偈，甚至乎你會唔會如果有朋友想同你影張相，你都 OK 㗎。哦。